继续来看，这是台北市议员指控曾经独占市场的悠游卡，市占率减真侪，营收嘛为4年前的2亿6千万减到剩1亿4千万，用要减一半。议员来痛骂市长郭文泰，讲要互悠游卡的总交易额翻倍的这个证件来跳票。 尤其是伫咧电子支付的市场，是输一卡通输一大截，应该全面检讨。不是，好，营业额 double， 也没有。议员真生气，讲悠游卡愈赚愈少，尤其是伫电子支付方面，差一卡通一大截。骂郭文泰就任以来，悠游卡赚2亿6千几万，一直到去年只剩1亿4千几万。 差不多剩一半，连市占率嘛为2014年70%落到即马只剩65%。看这个一卡通自立发卡以来，电子票证的市占率107年是8.5%，提升到108年3月份的16.4%。电子支付的项目占市占率28%，变成业界龙头。上较主要原因是悠游卡公司今年才得到电子支付的执照，因过一卡通去年8月份抢攻电子支付的市场，一个月后，搁甲来配合作，和这个一卡通的地位。 遥遥领先所有电子支付的业者。这个小额支付的部分，两家都是可以使用的。但是一卡通的部分，它又包含了电子支付。那电子支付的话，就让民众的使用上就更广了。悠游卡电子支付都要等到今年第4季才有上线，像这个大饼有较慢。除非今天它还可以提出其他的使用范围，那加大了这个广度，那民众才有可能会就是再加入它的这个部分。 针对利润减少，悠游卡公司表示讲，因为有真侪业者加入市场，本来就会竞争。悠游卡敢有法度把握这个发卡量遐大优势，伫电子支付方面抢回龙头的地位，就等时间的考验。